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波大夫。今日係雨水節氣嘅小貼士。大家知唔知咩叫雨水呢？雖然有個水字，但係代表天氣開始回暖啦。咁呢個雨水開始增多，濕氣都會增加嘅。喺中醫嘅角度咧，雨水特別要注意係健脾去濕。咁因為春天比較容易肝氣旺盛咧，就會影響脾胃啦，咁啊搞到個人會容易攰賴賴啊，冇胃口啊。咁點樣養生呢？咁就喺飲食方面要注意啦，咁少食啲生冷嘢、油膩嘢同埋呢個傷脾胃嘅嘢啦。咁就推薦幾款嘅食材，咁譬如有呢個淮山、薏米、紅豆、陳皮呢幾樣嘢。咁譬如煲湯可以落啲生薑啦，咁簡單啲嚟講咧，可以譬如陳皮薏米水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。咁喺養生篇嚟講咧，夜瞓早起啦。咁夜瞓咧其實都係講11點之前啊嚇，同埋朝頭早可以出去曬太陽啊，吸收下啲陽氣啊，咁等個人都會舒暢啲，會鬱鬱寡歡咁樣嘅。或者可以有啲朋友出去傾下偈啦，郊遊啊，咁可以疏肝解鬱嘅咁樣。咁同埋推薦2個穴位可以健脾去濕嘅。第一個咧就係足三里。足三里喺邊度咧？就喺膝頭哥對落呢隻手指呢個位置，咁就可以按下佢啦。咁可以有健脾胃呢個功能。仲有個豐隆穴就喺小腿外側嘅中間呢個位置，咁按下佢咧又可以化痰去濕、消腫減重嘅。然後喺做運動篇咧，適量嘅運動咧，做下呢個運動排走啲身體嘅濕氣，咁就唔好做啲太劇烈嘅運動，避免嘅陽氣流失嘅。咁同埋可以譬如行下山啊、耍下太極啊，或者做下八段都係唔錯嘅選。最後提下你啦，咁就養生咧要應該順應自然，順住節氣行走，咁身體先至可以有足夠嘅元氣。你哋今日有冇覺得特別攰或者水腫咧？留言下面同我分享下。拜拜。